大家好，欢迎收看今日的台语大考验，我是主持人 AYO。今日真特别，咱甲来学台语白话字这个单元的影片合作。今日的题目拢是为遐影片内底出来哦。咱今日的来宾是一位叫做李记爱鬼小姐，李小姐，你好，你好，甲观众朋友拍一个好者。大家好，我是耶，李记爱鬼，你是安怎来？你今日？阮爸爸妈妈载我起来的。哦，所以你是住伫台南，你住伫台南，安尼你台语已经讲了袂歹啊吼。应该是差不多啦。哦，好，无问题啊。今日吼，我先来甲你解说一下吼，咱即马即个节目的规矩吼。咱即摆的即个考验拢总有10题的题目，只要你这10题拢讲有对，安尼你就当得到你的奖品。我阿嬷讲有10万块。可能不是这个节目，咱今日的奖品是，你会当有30秒的时间，伫这个节目内底表现你家己，是不是足赞的，对无？耶，好，当然你若讲唔对了，会有处罚，跟我说，对，有处罚，判水。吼，你若是有唔对的所在，等下伊就需要互我迄个判水的这个考验，安尼有了解吼 ？OK， 一个问题，你有20秒的时间会当回答。你若真正袂晓想袂出来，要安怎？无要紧，咱有即个互你化救人的机会。你有3种方式会当化救人。第一种是三读法，咱会提掉2个答案，你会当伫4个答案内底剩2个互你拣，安尼。第二种是call out找朋友，你有指定你的朋友是阿嬷敢会当？会当好。等下若是有问题，当 call out 互阿嬷。好阿嬷。第三个方式是甲我握手吧。李小姐，你平常时啊敢有咧运动？无呢。安尼握手吧肯定要加油，你只要握手吧赢我会当互你一寡点数，安尼敢会使？会使。好，安尼敢有啥物话要甲电视头前的爸爸妈妈讲的？我会加油，嘿，耶！好，安尼咱随开始今日的节目台语大考验。第一题，因为台湾互真侪无共的国家殖民过，台语嘛透纳着真侪外来语。下骹倒一个词唔是外来语 ？A. 杀文 B. 严禁 C. 口责 D. 空安，请回答。救人！你确定你即摆就要用救人？不行，那这歹啊。安尼你要用倒一个方式？握手吧。你即摆就好。你即摆就要握手吧？我敢问你一解，你确定即摆就要使用握手吧？会使吗？会使。好，好，安尼咱即摆随来进行握手吧的活动，来。好，即摆李小姐要来甲我握手吧。只要伊赢我，我就互伊一寡点数，就是提示。你若输，你就爱靠家己回答问题，安尼敢会使？会使。好，安尼李小姐准备好了未？好。好，安尼咱即摆来握手吧，来，让我先。有。好，来。来。好，所以这个握手吧是真明显哦，李小姐你第1秒赢哦，恭喜李小姐。安尼咱即摆就来继续刷来的问题，好，哦，赢诶。好，所以我即摆要互你一只点数，嘿，好，就是第一个杀文，你无听过吗？杀文我知影，杀文你知影，所以杀文应该是外来语。OK。第二个是 engine 吼 ，engine 你刚才有一个英文的字叫做 engine。哦 ，OK，那呢我知影。感觉有啥物有坎坷的所在？嘿，我知影。你敢知影？嘿，我知影答案。你知影答案？嘿，来，请回答。即摆，但是我搁讲唔对，我会安怎？袂安怎你就输去啊？D，确定是 D， 是 D。D 空安，健康耶，好。来，
来，李小姐已经经过第一关，敢有感觉足紧张？足紧张，我已经流汗流足济啊。老公，哦，莫紧张。开始来，第二题，请问白话字内底拢总有几个声母 ？A 16个 ，B 17个 ，C 18个，D 19个。请回答。20秒开始。我会记得，应该是 C。 C， 确定我真无自信。 ？C。C， 进堂对，恭喜！来，哦，你有较认真啊未？无呢，我足紧张，我感觉我要考出来啊。无要紧，咱即马吼回答的愈来愈顺利，吼，加油吼，李小姐！来，第三题，请问大腿的白话字安怎写？啊，因为这题吼的题目，咱会当看到迄个荧幕顶悬会拍出来，因为我若念出来，大家就拢知影答案。A B C D， 基本上敢若有大的写法无共尔。安尼20秒。开始，刚有需要我一个建议，你会当念出来看卖，你就会晓。来，3秒，来，请讲，你的答案是 B 吗？敢是 B？ 来，大腿的白话字答案是 B。正确无对，耶！袂歹哦，这位李小姐吼，愈来愈稳定，袂歹。我愈来愈稳定吗？好，再来第4题，请问乌白切这个词第2个字分调是第几调 ？A 第1调 ，B 第3调 ，C 第4调 ，D 第8调。来，请回答，20秒开始。安那 C， 敢是确定啊？建议你会当把这个字放伫一个词的后壁，你会当知影伊的本调是啥物。顺续甲观众朋友提醒一下，这伫咱的变调这集有教，你若想要知影，顶悬会当看到。对，已经经过得要1分钟啊。我 OK 啦，我是。我要救人，你确定你要救人？我是感觉时间已经得要接近啊，毋过我是建议你搁想看卖。你安尼，我袂当看救人啊。对啊，你看救人。救人。来，请问你要用倒一种方式？要 call out 还是要删除法 ？call out。好，来，你即马设定的 call out 的对象是阿嬷。阿嬷，来，咱来看卖阿嬷敢有伫线顶吼。来，阿嬷。阿嬷，刚刚你是无伫厝还是？无可能啦，伊甲我讲伊会看节目。阿嬷若是搁无接电话，咱可能来靠你家己啊。阿嬷，赶紧接电话。阿嬷，李小姐咧找你。搞骗！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那个语音信箱开始，来，开始。阿嬷无接电话，可能要靠你家己啊。OK。还好吧。贝。D， 确定？正确无对。所以无接到阿嬷嘛是靠家己过关。那呢，我这个就用掉啊。嘿，你就用掉啊。阿嬷，哪会无咧看电视对无？无要紧，来你真正表现了真好吼，已经来到咱即马一半第5关。来，第5题，下骹倒一个声母是中文的注音符号内底无的音。来 ，A 无 B 无 C 呢 D 特
好，请回答 A A。无主音符号内底无这个音，只有波尔尔，只有无尔尔，敢是安尼？答案是 A， 无对。李小姐已经过第5关，即马剩一半的题目，伊就会当得到伊的奖品30秒的时间。李小姐，你普通时啊是读啥物系毕业的？公告，广告。哦，所以你对台语是真有兴趣。嘿，对，我有兴趣，好，安尼敢有信心会当10题拢讲有对？我有，你敢有信心？有。好，来，刷来第6题，请问下骹倒一个词无片声 ？A. 装脚 B. 石头 C. 欢喜 D. 花骹。来，20秒，请回答，开始。B 石头，确定？片声吼，片声就是声音为片仔出来，所以你确定石头无片声？石头无，石头对唔对？正确无唔对，恭喜恭喜恭喜！来，剩4题啊，剩4题啊，加油加油吼！来，第7题，翁的入声第4条会写做安怎 ？A up B up C up D up， 请回答。来20秒开始。你小姐想的时阵吼，咱当甲观众朋友讲者，入声的部分吼，来学台语白话字内底嘛有教哦，会当去看者，加有会当看。来 A 吗？确定是 A？翁的入声第4条，答案是 A 无对。你卖个安尼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，欢迎你打电话入来，甲咱的迄个李小姐学乐一下吼，拍扑克一下，表现了真好。即摆来到第8题，请问下骹倒一个词有轻声 ？A. 跋倒 B. 相拍 C. 弄着 D. 长长。来，请回答。安怎？无安怎？为什么用要拍？紧的，剩5秒的时间，来李小姐。哦，有轻声哦，嘿，来时间到啊，请回答。这个题目应该无介困难，咱若有看第8集变调，应该会有记的，就是台南妹仔有教过轻声是啥物意思？来，佮互李小姐小看一点仔时间，来，请你回答。奇怪呢？你佮有剩一个看救人的机会哦，爱会记你使用。敢有需要我佮念一届互你听？好，来第1个是跋倒，第2个相拍，第3个弄着，第4个长长。我袂记这轻声会当安尼你敢有需要画救人？救人哦。你咧救人？即马李小姐要用3拄法，咱来看的台调倒2个答案。好，画面顶悬即马剩 C 甲 D 这2个答案，互你拣。C 弄着 D 长长。对 C， C， 确定是 C。弄着 C， 答案是 C， 对唔对？正确无唔对，恭喜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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好，剩2题，我感觉你真有机会我当。心酸，要毋过我根本我都我救人啊。你有无多我叫你爱靠你家己啊？我袂当去靠我阿嬷嘛。我都反正我都。来，好，咱随刷来，敢准备好啊？好，落尾2题。来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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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刷来第9题，请问
下骹倒一个词是咧甲人骂？哦， A 阿霞 B 田桥啊 C 阿西 D 下骹手人，请回答。20秒开始。阿 C，阿西，阿西通常是咧骂人安怎？哈？袂起袂起。袂是袂是，讲袂是袂是。啊，你哪会知影其他的毋是？哦，因为其他的我拢，哦，我有听过田桥啊，田桥啊是，伊感觉是就是有足侪地的人，做一个人，就算讲是好野人就对啊。嘿，好呀就是安尼，嘿。啊啊，下骹手人我就毋知影是啥物。下骹手人你毋知是啥物？下骹手人，较阿霞的。阿小我嘛毋知。安尼你哪会知影是 C？啊，因为阿 C 毋是就是讲骂吗？好，第九题 C 阿 C 正确无毋对。来，咱来迄个解说一下吼。A 阿霞就是嘛是好野人，阿霞好野人就是迄种意大利装卡的好野人，咱会叫伊迄个人是阿霞安尼对。啊，田桥啊就是像你头拄仔讲的，就是厝邻有足侪田啊，有足侪土地，有足侪厝迄种田桥啊。好，啊 C 阿 C 就是咧骂人讲阿 C 头壳白痴安尼。D 下骹手人就是人咧讲用人的意思，下骹手人。落尾上尾啊一个啊，敢有信心会当得到奖品？奖品啊，无奖品啊。奖品就是30秒。有吼，好来。嗯第10题，请问下骹倒一个毋是台语白话字的声母 ？A K H B D C P D J， 请回答。我想用英文讲，吼，较袂甲迄个答案讲出来。来，20秒开始。我有信心。你有信心？嗯，你确定你会讲对？我确定。好，来。结果我讲唔来，请回答答案是对。 B。答案是 B。确定？不是哦。到底李小姐敢会当把握这30秒的机会，而且好好表现家己，还是伊会互人看水，规个人动力落转去台南？来，第10题 B 对唔对？唔对，耶！恭喜咱的李小姐哦，10题拢总对。阿嬷无接电话嘛是靠家己，全部拢回答对啊！来，拍无啊！多谢多谢。再来，咱就来互迄个李小姐表现30秒的时间。你敢准备好啊？嗯。好，咱即马随开始。欢迎返来咱节目的现场，台语大考验。今日来考验的来宾，李记爱国小姐，恭喜考验成功！耶！会当得到咱即马30秒的时间，会当伫节目顶悬表现家己。吼，咱即马即个时代吼，表现家己是一个足重要的代志哦。来，李小姐，你昨日厝邻敢有练习？今日要表现啥物？有练习。嘿，啊，你的专长是啥物？我的镜头啊就溜俩的。哇！第一届看到有人用镜头啊、做溜溜来表演哦。嗯，安尼咱就，互你即个30秒的时间开始。好，开始吗？对，开始。歹势吼，看遮吼。好，我要徛起来。哦，你要徛起来。结束了吗？已经结束了。搁有。耶，敢搁有吗？结束了。来，请你甲伊也摸转来。多谢。耶，咱现场观众朋友，敢有看到李小姐伫即个镜头的即个表演内底，足厉害的安尼。希望大家会当甲我做朋友。哦，想要做朋友，想要甲大家做朋友。因为我需要有人爱我。
好，安尼若是有想要甲李小姐做朋友的朋友，请你伫即个雅丽下骹留话，吼，啊，伊会当你想要甲新的朋友去约会。好，安尼咱会伫迄个留话人内底吼，经互李小姐家己决定讲，你敢有想要甲人约会，安尼好无？有来的人我拢会接受。有来的人拢会接受。哦，好，安尼李小姐加油！希望后摆看到李小姐的时阵，伊已经是有人爱我。耶！你若有想要看啥物人来上即个台语大考验的节目，请你伫下骹留话互我。安尼，今日的节目到这为止，多谢大家，拜拜。谢谢。哦，你是为台南来哦。阿嬷无来。